痛咁宣佈，面對強大嘅政治壓力，我哋考慮過各方面嘅因素，特別係對我哋嘅會員同我哋同行者嘅影響，我哋只能夠沉痛地去宣佈解散。我哋秉持嘅係沒有抗爭，哪有改變嘅非暴力嘅手段，透過不同嘅方式，由街頭、議會、法庭三路抗爭，去推動公民嘅權利、普選制，爭取各種嘅社會嘅保障政策，例如全民退休保障、最低工資咁樣。可以講，香港過去20年重大嘅社會運動同埋政策倡議，社民連都係立足其中，積極咁參與，從來唔缺席嘅。艱難前行啦，即係呢幾年我哋係艱難咁前行，到今日咧，我哋已經走到盡頭啦。我哋係有愧於心，因為我哋好明白喺而家嘅骨跑下，如果係骨跑嘅效應之下咧，社民連會係最後一個宣布所謂自願解散嘅組織。前路維艱，社民連作為一個組織咧，喺香港嘅社會運動史裏面，我哋要鞠躬落台啦。字面，喂，咁後邊開始走先好喎。